防疫期间尽量留在家里，没有事不要外出，外出要戴口罩，不要在外面吃东西。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等下，莫总部，唔通我袂来，恁唔通我过来哦。歹势啊，毋过你爱的这个是较真假，需要隔离。肝若歹，人生是黑白的；肝若好，考试单是空白的。今仔日透早去买早顿，我甲头家讲，头家，我要三明治啊！你爱实名制哦，三明治啊！都甲你讲实名制，你听无？哎，头家才会听无咧。跟着六弟用台语朗诗。立春鸟成作假，南宋张色绿回水满冰霜笑。春到人间草木低，便觉眼前生意满。东风吹水入参差。这首诗的作者张色是南宋有名的理学家、甲教育家、甲朱熹、吕祖谦齐名，诗清东然三贤，诗文赏识。日春啊，天气渐渐温暖，冰冻的霜雪虽然也有，但已经真少啊。春天来啊，连草木嘛拢知影，眼前一片青翠，充满了春天的活力。一阵东风吹来，春水噼泼动扬，草木及一切会用的感受到季节变化影响的事物，譬如讲动植物、水、山等等。春到人间草木低，春天草木同大声蹦芽，所以讲因上早知影春到人间的消息。眼前生意满，是讲处处生机。最后一句通过春风吹水这种具体物象来表现成立春是今年的开始，诗人赶紧把握这个感受，真实的表现了春到人间的动情景。变化西消，草木自生，开始透露出春的信息，处处生现出一片春到人间的景象。迄噼泼动扬的春水，嘛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活力。对草木低到生意满，诗人伫作品中表现了大自然变化的过程，洋溢着饱满的生活激情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些影片，请分享一下，顺刷订来看。留个 camera 每摆按时啊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！注意理解观察，相信科学的人，唔相信科学的人，无了解科学的人，贪图方便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，相信技术的人。領域展開。